今天街头实测主题是，到底什么样的交友 APP 可以约炮查、约炮趴以及约炮炮呢？会不会用交友软体？有用过，用过哪一个？没吧？那我想问一下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交友软体？打交友软体，然后就跑到第一个啊，你就这样下载了？你有在上面约过炮吗？真的没有。那如果假设你约出去，对方就是你的菜，当下感觉对了，会做那件事情 ，OK 吗？可以啊。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开放报名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在 B 霸找到我们的啦。恭喜成为本日最佳销售员。那你平常你都怎么样交朋友找乐子？用交友软体，然后不然就是朋友介绍你用哪一个？ ，Juicy Dating，怎么知道的？就朋友介绍，他说这蛮好玩的。是因为单身很无聊。对啊，那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约过炮？我绝对不能告诉你我有。等一下，你平常都怎么交朋友找乐子？玩交友软体吧？哦，你有在玩交友软体？有、你用哪一个 Sweetie，你有听过吗？ ？Sweetie 是很甜的 APP 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所以你觉得这个软体算是好揪人？好揪，但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，也是要找。那你有约过炮吗？没老实说有，没有，都没有。没有，平常有没有什么样交朋友的方式？朋友介绍啊，或者是玩交友软体，哦，你有在玩交友软体？对，偷偷玩。那你玩过什么交友软体？我现在比较常玩那个 Juicy Dating，你怎么会想要玩这个交友软体？就觉得这蛮好玩的。那我问你，你有用过交友软体约炮吗？目前还没有，之后会不会有没有可能会但是约？看有没有这缘分哦。凡事求一个圆就对了。你平常都用什么方式交朋友找乐子？一开始是交友软体哦，你有在玩交友软体？你是用哪一个，WeTouch。 ？WeTouch 有一个功能是不是叫买可乐？对啊，最近还蛮想要玩一下。那你怎么知道 WeTouch 这个 APP？当然就是朋友也有玩啊。所以你觉得它是买可乐神器吗？对啊。我有在用交友软体，哦，你有在用交友软体？有那你是什么情况下会用交友软体？没男朋友的时候。那你是用哪一个交友软体？Juicy Dating。哦，所以你是用 Juicy Dating。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就是你有没有约过炮？有。哦，有约过，真的假的？是用交友软体吗？对你的现在这个男朋友是由炮友升华成男朋友的吗？对，算是，就是他不让我下车，他不让你下什么意思？然后就亲上来，以示成主过。也是这样。OK， 那今天介绍就到这边结束啦。让小盖里发现的是，原来都有在玩交友 APP 找乐子哎，像是 Juicy Dating、B Bar、Sweetie， 还有我们的买可乐神器 WeTouch。那今天是由我们的许愿池交友 APP Juicy Dating 成为第一名，他是冠军。那他真的这么厉害吗？或许你们各位可以下载来玩看看喽。祝大家可以在交友 APP 上面找到自己的春天哦。